伫咧嘉义地区推动台语文艺术表演的滚剧团，为着要互国管市的文化中心基金会甲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场馆，会当知影剧团未来规划甲安排，特别透过多通式的展示，要来争取合作机会。伊也希望互作品有更较好的表演环境，也来改变这艺文的生态。剧团的演员用一段演出，互大家艺文表演场馆的代表了解未来可能演出的方式。那互因知影剧团线路的规划，嘛希望争取合作的机会。剧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希望跟不同的产业一起合作，所以在用圣诞石这样子的方式来的话，其实对于场馆，然后对于不同领域的，比如说出版啊、影视，其实对大家来讲都是非常的有帮助的。滚剧团表示，这届因分享20几组作品，透过编剧的说明甲演员的演出，甲剧团完整的规划，互会当合作的单位来了解，要来改变过去艺文发展的生态。咱无一定是干那想讲补助，咱若是讲甲咱的创作历程吼，甲有个较长的，吼，伫咧一开始大家有 idea 的时阵，咱都邀请朋友，吼，啊，你可能有企业界的啊、场馆界啊、文化中心，大家来讲看嘛，一寡可能性。可以预先知道有哪一些好的作品是可以放在明年度，还是甚至后年度的这个采购计划里面。对于整个表演艺术的生态来讲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往前走的一步。滚剧团讲，这届分享的作品有的已经当咧筹备，有的拄开始有想法，希望伫无共领域的单位找到合作的机会，替台语文化的艺文表演带来更较好的环境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